本文獲得作家顏純鈎先生授權，轉載自佢嘅 Facebook， 標題係美中各懷鬼胎各取所需，特集會穩住關係免添亂。特朗普訪華呢一出大戲一日半演完，表面睇風光無限，內裏刀光劍影，最終安全落幕。兩國首腦心情複雜，就此別過，各自返去繼續面對自己嘅難題。訪問過程安排可謂盡心機，規格超高。對特朗普呢一種自我感覺良好嘅人，尤其熨帖周到，主客盡歡。特朗普好享受過程，只不過喺兩國首腦會談前嘅客套話入邊，卻只讚美歡迎隊伍嘅小朋友，一句不提習近平最有意顯擺嘅儀仗隊陣容。呢一個係唔俾習近平面子嘅小聰明。會談前嘅客套話，習近平照例要讀講稿，而特朗普只係順口開河，講一大堆唔等使嘅捧場話。到咗晚宴場合，習近平照搬咗整篇會談前嘅開場白，而特朗普卻敘述美中兩國嘅歷史文化淵源，講到孔子同華盛頓，提及中國華工幫美國修鐵路，美國幫助創建習近平嘅母校清華大學。其內涵嘅宏觀同深刻，同習近平嘅空洞老套根本唔喺同一個層次。特集會最後，兩國達成一啲經貿方面嘅共識：一係關稅戰休兵18個月；二係成立貿易同投資高端協調機制；三係中共取消稀土限購，美方取消芯片出口管制，都係18個月。至於進口美國農產品同飛機，都係預料中事。原先外界傳說嘅美方希望中方喺美伊戰爭中對伊朗施壓，中方希望美方喺台灣問題上後退，兩件事都冇發生。中方對伊朗禁核同開放海峽都係做咗一啲原則性表態。關稅戰休兵係意料中事，本來美國司法部門已經判定關稅戰違法。特朗普政府雖然仲喺度兜彎抹角打其他主意，但夜長夢多，亦冇必勝把握。因此休兵18個月，等於送一份空頭人情。18個月寬限期，證明雙方對長遠都冇信心。講到底，特集會嘅成果就係返到呢一輪關稅戰開打前嘅狀態。美中有心病，亦有過招，互相傷害之後，各方都冇癮，都想歇一口氣。雙方心神領會，暫時化干戈為玉帛。喺兩人會面之前，我就講過，中美兩國嘅共同點就係當下最緊要穩住美中關係，並冇太大指望，亦唔能夠任其惡化。呢一年多，特朗普搞風搞雨，生咗唔少事，各自都冇幾多着數。而家美國背住美伊戰呢一個大包袱，仲未知何年何月有個了結。喺呢一個節骨眼上，唔能夠再節外生枝，所有爭端都先按下不表。喺中共方面，內部經濟問題纏身，黨內鬥爭加劇，社會呈現不穩趨勢，遍地都係雷區。習近平嘅內政外交均面臨巨大壓力，台灣問題亦越發唔就手。喺呢一種陰霾不定嘅日子入邊，美中關係再惡化落去，只係自討苦吃。整個特集會全過程最有看點嘅，反而係黃仁勳。先係佢公開自己已受邀，後來公眾又發現佢冇隨行。千鈞一髮之際，佢突然又飛到阿拉斯加，趁空軍1號加油時擠上飛機。總統外訪國家大事，竟然如此裙拉褲甩，難道一份隨行名單都搞到咁痛苦咩？事實當然唔係安排失當，而係留有後着。黃仁勳最初係預定要去㗎，但為咗吊中共胃口，特地做一番手腳，等貝森特同何立峰喺韓國會談時，以此討價還價。最終得到中方一項回應嘅條件，咁先至臨時通知黃仁勳上陣。至於乜嘢條件，我哋就唔知道啦。美方早已準備有條件放寬英偉達芯片進口大陸，只係中方本身懷疑英偉達芯片內藏有間諜應用程式，以下令大陸相關單位要採用華為芯片。而美國對進口中國芯片亦有嚴格管制。英偉達呢一次即使能夠進口部分芯片到大陸，應該亦只係中低端嘅民用芯片。講到底，呢一次放行除咗有助英偉達嘅生意之外，大局上亦無關宏旨。關於特集會，外國媒體多聚焦中共，強調台灣問題係美中關係要害，有話習近平為特朗普畫下紅線。紐約時報發表一篇長文，標題竟然係為什麼說習近平手握黃牌，不需要與特朗普達成協議。
其實習近平口中嘅台灣問題都係老調重彈，並冇咩新意，更談不上劃紅線。難怪特朗普理都唔理。盧比奧更話美國對台政策不會改變。如果習近平手握黃牌，唔需要同特朗普達成協議，咁佢邀請特朗普嚟做乜嘢呢？中共真係握有黃牌，至少唔應該同意訪問團中有國務卿盧比奧，因為嗰個係被制裁2次嘅反共政客。中共夠強硬就唔俾盧比奧嚟。特朗普如果擔心訪華不成，只好刪掉盧比奧，但結果係中共屈就。如果習近平手握黃牌，嗰個就唔應該同意俾特朗普帶整個移動嘅白宮來訪。特朗普空軍1號降落時，美國海軍陸戰隊士兵持槍喺機場戒備，總統數十輛車隊喺北京街頭招搖，令中國人歡呼雀躍。呢一個都係羞辱中國國體、有損中國主權嘅安排。習近平有底氣，何必委屈自賤呢？如果習近平手握黃牌，咁美國對台灣問題不置一詞，中共就大可不必喺伊朗問題上遷就美國。中共不敢直言制止美國賣武器俾台灣，又唔敢唔對伊朗問題作一啲表示。邊一個有黃牌，邊一個劃紅線，嗰個唔係好清楚啦咩？習近平只係一般性咁提及台灣問題，根本冇咩具體要求。冇要求何來紅線呢？習近平亦不至於低能到對呢一個有咩幻想，終究都係例行公事而已。紐約時報對美伊戰爭中嘅中共角色根本只係胡思亂想，對中共喺台灣問題上嘅期望亦只係道聽途說，歸根結底只係佢哋討厭特朗普而已。特集會大鑼大鼓開過，世界並冇咩大變化，兩國首腦握過手食過飯，各自仍要返去面對自己嘅諸多難題。美中兩國根子裏嘅敵對關係並冇改變，雙方歇過一口氣，仍舊要回到爭霸世界嘅軌道上。特集會只係一個過場，論成果亦只看18個月，冇咩好高興嘅。編者按本文僅代表專欄作者個人意見，並唔反映